依家啲人亂咁講香港影相邊度好，我索性自己行咗一圈，終於揾到5日香港影相嘅正確玩法，就係呢8個地方自己睇啦。首先就係深水埗啦，有超多咖啡店同埋啲特色小鋪頭，仲有超多老字號美食，後期影都特別有 feel。再之後可以去呢個文創空間，佢係由唐樓翻新改造嘅小商店咁樣啦，咁我都幾推薦行我對面望下成棟嚟嘅樣。再之後大家一定會嚟嘅中環，我想講嘅係中環街市，佢係由舊嘅建築物咧活化成一個商場，佢入邊咧全部都係啲特色嘅品牌，非常多嘢行。再跟住我就會行去上環，感受下得呢度先有嘅懷舊氣氛。記得一定去喺斜路開嘅鋪頭仔 Select Bar， 大家一定要過嚟行下。出邊嘅斜路都好適合影相。之後再到比較冷門嘅土瓜灣，呢度有非常之有 feel 嘅碼頭角13街同埋啲藝術村都好出片。之後距離中環地鐵站得4站嘅堅尼地城，海景靚到爆啦，最出名就係呢度啦。咁求其影都可以做個 paper。跟住轉去 Q1 Music 啊，唔同嘢俾我感覺就係好高級設計感啦，同埋藝術品啦，你周圍都會見到。咁記得可以搭扶手電梯上去6樓。咁呢度有個觀景台咧，咁維港就有任你影。咁最後就去到九龍城寨公園啦。咁呢度以前係三不管地帶啦，依家就變咗展覽啦，模仿咗當初城寨入邊嘅生活嘅場景啦，咁都幾震撼嘅。咁香港仲有其他好多地方咯，我就唔講啦。咁你哋自己嚟影啦。